2025年11月份生活聖言，讓我們締造和平。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。圍住耶穌嘅人群好多，佢就企喺高處說話，讓人們能聽得更清楚。佢想說一啲好重要嘅事情，但係唔容易做到，因為呢啲事情同好多人嘅諗法唔一樣。事實上，當時好多人都認為幸福等於擁有好多東西，只顧好自己，有權有勢。富人通常唔懂得幫助窮人，但係對於耶穌嚟講，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快樂嘅人呢？耶穌正在解釋講，溫柔嘅人，心地純潔嘅人，嗰啲想要做正確嘅事，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嗰啲總係努力帶嚟和平的人，都係有福嘅。佢哋係快樂的人，佢哋會被稱為天主的子女。來自巴基斯坦嘅莎美娜的經驗，有一日快要上畫畫課，嗰時係上午最後一堂課，大家都覺得有啲攰，有一啲同學開始唔專心，將紙同埋筆當做玩具。當時課室變得好混亂，看到灑落地上嘅東西，我感到有少少唔開心。老師剛剛離開一陣子，馬上就要回來啦。我試着阻止同學們，讓他們停下來。可惜大家都同我作對，我好難過，但依然很有耐心嘅去對待每一個人。慢慢嘈吵嘅聲音靜了下來，我們互相道歉，再次成為了好朋友。我哋都好快樂。